继续来到宜兰苏澳的无尾港，这几天飞来8只真罕见的过境鸟，或做斑头雁。这种的斑头雁是全世界会当飞上悬的鸟仔类之一，因会当飞过全世界海拔上悬的喜马拉雅山。这个偏离着原本的路线，飞到台湾来，嘛是台湾头一届出现因的影子，来真侪民众小侪要看。 丑小鸭呀，丑小鸭，腿儿短短脚长大，长长脖子扁嘴巴。这款鸟啊，唔是丑小鸭，是我都飞过喜马拉雅山的斑头雁，另外一个名叫白头雁。虽然看起来安尼肥肥啊，不过伊飞的高度上悬会使到8800公尺。能飞得非常的高，非常的远。对，它可以跨过喜马拉雅山的高度。 斑头雁本来生活伫中亚西藏蒙古顶顶的高原，是全世界飞上悬的鸟类之一。这摆真罕见飞到宜兰的苏无尾港，剩200外个鸟友来伫朝圣。这是台湾第一笔纪录。宜兰县野鸟学会理事长陈介平讲，这摆发现8只斑头雁偏离本来飞行路线，怀疑是受到最近寒流甲气流的影响，才会飞到台湾。这嘛是台湾头一摆记录到斑头雁过境的踪影。或者鸟友真欢喜，赶紧用相机记录这个美丽身影。